谢谢各位，今天人应该会非常多还没有上线的，或是说你认识的，希望他赶快来上线，因为今天吴信如老师以前他都只有在我们松大课里面才有，今天是在线上哦，线上是免费哦，所以而且呢都是很叫座的，不是只有在我们这边哦。它有很多地方，在从南到北，很多地方它都会有演讲，都是没有在线上的。这个是上次他讲的是有关新冠肺炎这次呢他是德国的经验，这次不是哦，这次他是综合德国那边的经验，还有我们台湾这边的经验，他要告诉我们。心情的红绿灯，对我们会非常有帮助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赶快要去呼朋引伴，请他们快来加入因为今天他这个心情红绿灯所讲到的是身心健康的警报器原先他这个名称呢，有一个，等一下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还会再仔细的再来说明好，是不是？我先说明到这边，因为29分了，老师快要上线了。老师已经在线上了，汪福如校长，老师已经在线上。鼓掌欢迎老师。亲爱的大家，我们可以把信如老师那个点数，它会变得比较大图钉我们可以移到信如老师。信如老师，你挥挥手好吗？不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哪一位是对，现在在挥挥手的是信如老师你把那个钉住这个他的就是主讲者，谢谢大家。我们没看到啊。没有看到吗？没有。有啊，有，是英文的，老师名字是英文的。对，可是没有他看到他人啊。你要有，你移动是戴眼镜。有啊，就是没有。我也没有看到他们。老师现在在挥手。没有有，你们要把那个荧幕去调整到，因为它总共目前有39加很多人，所以你要去把那个 YA 可能要把它移动一下，抓出来。YA 老师来了，看到吗？有了，现在有了哈，好。老师好，看到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亲爱的大家我们先把麦克风关掉。好，谢谢。我们先把麦克风关掉，然后我们的同工先把大家的麦克风先强制关掉。那如果你有个人的问题，你可以跟阿卢留言，那阿卢会帮忙大家怎么样看到老师，这样好吗？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信如老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其实我真的很不会上线上的课，我干嘛你都就厉害耶！你长辈经过这2个月的训练大家就变得好强像我阿布快80岁了，然后我以前真的不相信他会用手机，然后用 Google Meet 上课还做运动。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疫情其实有一些好处长辈以前可能3个月前都还觉得。都还听你哪听林叔那讲什么上线上课程，你一定不相信说你今天会，对不对？你一定觉得那个科技怎么可能？我哪会晓？这困难对吧？不过这2个月来，你看你大家都变专家了真的太厉害了。都听不到声音。听不到声音吗？有，但是比较小声。听不到声音。有听到的吗？有没有听到？我有听到，应该是很大声老师的声音是 OK 的，有听到。老师的声音是 OK 的，请大家把自己的手机的声音开大声，
老师的声音是 OK 的。对，因为我还特别带了麦克风，我想说这样应该练得更清楚，有没有？嘿，有没有听到？有有好哦，没关系，慢慢来。哎，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每一个人那个大小声也不太一样。可以哈，好，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对啊，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有时候疫情就是这样哦。有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看我们怎么想。然后事情它不会改变，它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当然问题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当你怎么样去想，然后它会影响你的心情，然后心情就会影响你的行动，行动就会变成你的习惯，习惯就会变成你的人格，人格就会变成你的人生。所以有人说啊，我那叫拍名啊，那你不如回头把事情回到最原始的地方，你问自己，当你遇见这件事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好，说其实像应验牧师，就让我最近就惊艳到一个，我就想到他，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个也不算年轻人，应该算中年人了。那么他一直觉得伊的人生就是就落差嘞哈。那原因跟应验老师一样，他从小是小麻痹，那么他就开始觉得说，而且他不只觉得他很落差，他觉得这都是他父母造成的。那因为父母太忙，然后当时小时候没有注意到他发烧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北部拢欠伊的哈，所以拢欠伊的了，伊就开始从小。后来他的父母有跟我提到这件，就是说父母就尽可能的，现在变成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说父母就觉得说啊，我欠这囡仔哈，这是我们亏欠他，所以这孩子呢，不管有什么要求，父母就一直尽量的答应他，就都答应他，帮助他，给他好多好多的协助。他其他的兄弟姐妹没有人得到那么多的协助，但是他就是就得到这样子。那这个孩子呢，从小可能也因为这样就觉得。他变成一个受害者的情节，咱进讲第二课，我熊我跟你讲，每个人都会是生命的受害者，但是他让自己留在那个受害者的角色来对啊，老外下来对有什么好处呢？有很多啊，有的人就会从那里面获得一些，比如说别人对他特别关注啊，别人给他特别多资源啊，然后他做错了或者不想做也没关系啊，就是他就觉得我的人生就是烂哦。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讲我就是废嘛，我就是废嘛，我的人生就是废这样。那这个中年人他也是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导致于他整个的人生里的刚刚我就落差嘞。那我就跟他说，你现在还不晚，你改变你的态度，你后面还有半辈子的人生可以过。但是你如果不改变你的态度的话，那么这个你的后半辈子可能就跟你的前半辈子是一样的。那还有可能更糟糕一点，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很多的情绪、很多的负面东西会上来。那我就跟他说，也有很多人，台湾不是只有你一个，或全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这样，还有很多人像类似的例子。但是大家能不能从里面走出来，其实不在于，当然我们可以说父母亲或许在那个时候，如果小心一点，如果怎么样就好了。但是我们上次我记得在疫情前上的那一课，有没有给大家看有一个西绪佛斯，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巨人在推石头。如果你一直在说如果怎么样就好了，那么你就是一直在推着你人生的那块石头，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走到爬过那一座山。所以其实真的我跟那个人在聊天的过程里，我就想到应验牧师，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人境遇安怎，那是无法度。咱讲台语讲的啦境遇安怎？天注定，还是讲我们有一首歌，有一首福音诗歌，对不对？台语的那个圣诗境遇好歹是主所定不过上帝跟咱斗阵行，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是应验牧师分享到他跌倒的事情，就让我想到我最近碰到了这一个人，然后就连接到说，真的是情绪。当然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遇到你的生命都会有不同的情绪，那么在这个情绪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
其实情绪有正面有负面，甚至如果你很认真的话，然后你很认真的学习，你还可以把负面的情绪转化为正面的力量。那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希望的。负面情绪来，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是端看你怎么处理它。这也是我们基督宗教的一个灵修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有什么情绪，你不用有罪恶感。每一个人像他都要问讲，哦，有人会惊要会啊，嘛会惊啊要注射，我会惊看到那支针大支小支都嘛会惊，对吧？哈啊，会不会怕？会不会生气？会哈啊，会不会难过？会都会哈。那这些情绪都没有关系，这是正常的。没情绪的人哦，哪一种人是没有情绪的？跟你他甚至成为一种病症哈，比如说亚斯伯格或自闭症的孩子。那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因为他脑部的前额叶比较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在感知情绪那个部分是很脆弱的，就是几乎很难自己去感受到情绪，所以他们也很难去观察别人的情绪。所以你也干嘛讲啊？那我人就北吧安内吼，那我们知道别人的心情安怎？因为有时候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受损了，所以他对情绪感受力非常低。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痛苦，也有人这样，就是觉得我哪都感觉不到人生的这个喜怒哀乐哈。那所以有时候在这个部分，情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恩赐，让我们可以活得像一个人啊。那你不会是一个机器。那但是呢，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情绪做转变？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习的事情，而且会让你感觉说你的人生更丰富。特别是长辈，好好的学习面对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情绪。因为训练的部分，等一下我会讲，它刚好训练在你的前额叶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讲说，失智的长辈会受伤的，容易就是会退化的地方。所以当你去用情绪训练你的前额叶的时候，就是增加大家的大家这个减缓失智，然后可以训练我们的脑部的活化。所以真的不要害怕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更较爱面，更较爱去了解说我是安怎不好哈。所以我先分享一个题目，我希望我可以分享到，好，看一下。我要怎么分享？分享画面现在在另外一边哦。嘿啊，我是不是用分享画面窗？对，我可不可以分享那个影片？可以啊，可以。那请选那个分享分页。我看一下，为什么会变成分享整个画面呢？它怎么没有办法分享分页？分享荧幕画面，然后选那个分享分页，这样子的话，那个影片的声音会出来，才可以出来。没错，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分享我的分页耶。分享分页，它是分享你在网页上的影片。因为 Meet 我不太会用，我通常都用 Zoom。老师，你要先把影片，你要把影片那一块先打开。我打开啊，有看到吗？老师，你需要把那个连结给我，我帮你放吗？连结哈。所以你们应该现在是看不到的哈。好，那我不要用好了，因为我真的不太会操作 Google Meet。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哦，我先看一下，我为什么无法度伫分享的内底选分页，伊就直接分享我的迄个呢？是分享荧幕画面那个箭头。然后按下去之后会有3个选择，按下去我只有叫做分享荧幕画面，然后是你的整个画面，它没有分页这个选项。哦，那老师你要把连结传赖给我吗？我帮你分享。因为我已经下载了，所以会有点困难。Mac 没有办法选吗？没有办法选那个
分享，没有办法选那个是不是？我已经把它抓到我的同一个画面上了，为什么还是不行？老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那个影片放大，然后用那个你的整个画面，用全画面来分享。好，我的整个影片放大。好，我已经放大了。然后用那个你的整个画面的方式分享3个视窗试试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这样看得到。有看到吗？有啦。看。好，重来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可爱的动画。有一只动物，它叫獾哈，它是一种动物。啊，你有看到无？有。嗯。可是这个画面没有声音哦。刚刚老师也要说明，不然这个字好小。哦，所以那个、你们没有看到声音，没有听到声音，对不对？对，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听到声音，对不对？没有声音，所以只有看到那个绘本，对不对？对。哦，好，没关系，那我直接用讲的好了。这个我回去再练习一下哈，嘿，是因为Google Meet 真正袂好用，比恁佫较惨。我看卖，好，我用讲的好啊，把它进来。我卖分享啊，停止显示。好。可是我刚 PPT 你们有看到吗？有。刚刚 PPT 有很清楚。你有看到？现在没有，没有 PPT。现在没有 PPT。对。没有 PPT。所以我要分享画面才会有 PPT 哈。对。好。然后一面说明，可能我们就很清楚了。哦，那我用那个好了，分享画面。你有看 PPT 吗？有，可是好像位置啊，有字也变大了。有哈。好 ，OK， 好，只是没有声音。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没关系，字也变大了。声音有啊。没有，现在 PPT 没有声音，应该要听到我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那就对了。对了哈，好 ，OK， 好，拍谁啦？等我下课的时候，我家找一个时间看那个阿如试试看。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那个情绪。其实情绪呢，在我们每个人的一出生它就在我们身上，而且它具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它可以保护我们，比如说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如果我哪等啊，安尼恁有看到 PPT 无？这样有看到 PPT 吗？这样就没有了。没有。老师要留在 PPT 画面上哦。对，刚刚留在 PPT 画面，所以我看不到你们，这是一个缺点呢。我想一下，我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同时看到你们？上次好像老师你可以另外用手机教我。老师可以开另外一个视窗。老师可以用手机来。用手机。那个 Google Meet 可以允许2个，是不是？可以啊。它可以允许2个，是不是？对，它可以同时一样的账号同时上来。它可以同时2个账啊。可是我另外一个账号，如果我另外一边如果用的是那个也没关系吗？如果我另外一边用的是就算你是同一个账号也可以。然后可以一边是分享，我刚刚不太敢用，就是因为我想说一边是分享萤幕，一边是那个，他不知道会不会接收。可以的，会哦。我刚刚试过。其他想试都有试过。我试看嘛，让我试过啊吼。对啊，我就是有给他。老师可以用同一个账号，但是你声音要开一个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就会滴滴叫。
会哦好哔哔哔。啊，无试看卖，因为我无看到人吼，我真正无啥会晓讲咧。我咧中一直看到迄 PPT 我。我们都看你看得好清楚。系啊，我若无看到，我就感觉我就无法度。但是不，哎，我是看你好清楚。好，没关系，你们已经习惯了。好，来，那第一个就是像恐惧，对不对？恐惧本身，恐惧本身也是一种情绪。那么这个情绪，它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哦，你行过路林的时阵，一台车若凶，对哼哼，安尼甲你要过来啊，未弄到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惊，然后就跳走了，对不对？好，就赶快跑到旁边，对不对？其实很多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啊。所以其实本身的这一些情绪本来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生存的部分。所以恐惧、愤怒也是啊。你比如说有人想要对你做什么样的攻击的时候，你也会一开始产生愤怒，然后让你比如说赶快脱离这个人或离开那个现场。那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一些的情绪，不管是恐惧、愤怒、厌恶，你讨厌一个人，讨厌一个人是真的没有办法。讨厌其实并不是罪，但是当你把讨厌变成行为，它才会变成是罪。所以讨厌每一个人都会讨厌，连耶稣都会讨厌，耶稣也会讨厌那些在圣殿前面做生意的那些人啊，耶稣也会讨厌法利赛人啊。讨厌是都会一定会存在，因为我们每个人所谓的讨厌就是一高我袂合嘛，那更加无名的说法就是一高我那频率袂对档嘛，对吧？我们就会这样讲，我们频率不对嘛，对，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只要不要把它变成行为，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好，你喜欢一个人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可以说，结婚以后你会不会喜欢别的异性？来举手一下，会不会？会不会？会。老实说，我都会了，你不会看到欧巴不会说哦，这个欧巴好高好看啦。看到小鲜肉，你敢袂讲哦？这个小鲜肉真正是袂歹哦。会喜欢袂？喜欢当然是会啊，对不？但是喜欢敢一定会变做一个行动，讲哦，我一定要来拥有。不会。不会嘛？因为我们会有自己的，对不对？我们会有很多的机制来帮助我们去辨别说。我该不该把这个情绪变成一种什么行动嘛？是不是？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啊，有时阮翁啊，行在路边路口，小姐安尼行过，看着我讲袂歹吼，好看吼，心情足好诶吼。伊讲对啦，袂歹。不过你搁较水，你看有无？这就伊巧的所在啊，袂歹是伊家己的喜欢，但是伊甲我讲，我搁较水，迄句话是安那？是伊对我会疼嘛？伊知影这时候我心里可能会不舒服，所以呢，他就会说不过你更较水呢，你有智慧成熟的美呢，有没有？会不会？但这个东西发生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看，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的人，对不对？好，对。那对，所以当这些情绪其实都不要紧，所以在基督宗教里面就会跟我们讲，我们就是人，所以就会有这些情绪，但是。重点来了，情绪要转化为什么样的行动，这就在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不是压抑情绪，不是哦，你压抑和情绪，跟你们讲，情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情绪呢是没有办法被压抑的。你喜欢一个人，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不喜欢吗？不可能，你都爱讲这个蚵啊，你看有可能讲我不爱讲蚵啊，我爱讲马铃薯，就不可能嘛。所以喜欢。这些情绪是本来就是你生命中一部分，但是它要变成什么行动，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所以在我们基督宗教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有什么样的情绪，这些都没有关系，反而是用正面这个对的方式表现出来，那是正确的。那重点在于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面对我们情绪，这才是我们人重要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操练。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情绪真的不能压抑，因为情绪体量内来的，你如果没有学习好好的面对它，它就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它一定会在不对的时间发泄在不对的人身上，用不对的方式发泄在不对的人身上，那就更糟糕了。注意听哦，如果你不好好的面对我们的
所有的负面情绪，或正面也有可能哦，那你就会找一个不对的人，在不对的时间，用不对的方式发泄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内在就是满的，它就是一定的一个容量。那你有这样的情绪，就像刚刚那个应验老师、应验牧师他提到说，他曾经他的女儿的那个状况，其实我女儿也会，她只要压力一大，你就看到一边就开始生痘痘。虽然她已经22岁，她已经过了那个青春期，但是她就会生痘痘这样。那么，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我开另外一个试试看。我开另外一个，看他会不会让我加入。好，我好像看到你们了耶，对不对？但是我好像有两边的声音，我会听到我自己的。那个救我一下，怎么可以让我？老师把另外一边的麦克风关掉。我关掉了，然后声音也跟着关掉。看一下，声音也跟着关掉。基本上我们现在看起来是 OK 啦。因为老师把另外一台调成静音模式，那你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不可以？对 ，OK。老师 OK， 这样是 OK 的。拍谁哦？我用姐，修卡修。对 OK。安尼 OK， 安尼噻哈。好，可以。这样我可以看到你们。好，那我回来这个场子，好。然后分享我的画面，不对。又跑掉了。好，没关系，我把它叫回来。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情绪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你有看到不？有。有，好。那情绪除了保护跟生存之外，第二个就是它会让我们有生命的活力哈。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嘛，有很多其实他前额叶受损的这些人，他基本上呢，因为一掏前额脑的一个部分感知情绪的那部分受损了，所以他其实在对情绪的反应，不管是他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别人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反应。那你可以想象说，那种没有办法对别人的心情有反应的人，你拢会感觉台语就讲这种人啊叫白目安尼，人咧生气，人咧创啥他都不知道这样哈，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那彼此的互动就会产生问题，那我们在生命力、活力方面就会受到损伤。比如说，你就会比较没有热情去做几挂代志，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忧郁症的这个状况，除了让自己觉得人生没有是黑暗的，是黑白之外，其实那个整个没有办法感知到别人的情绪，以及没有生命活力的那种感受是很可怕的。你就会干嘛说真的是人生整个都没有意义了哈。然后没有了情绪的引导，其实人就会失去行为的能力。所以在情绪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人身为一个人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你不会掌控情绪的话，你就会被情绪所控制啊。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我们先从一个机制的方面来谈谈情绪跟我们的行为的关系哦。它叫做情绪 ABC， 注意哦，它有 A、B、C， 有一件事发生叫做 A， 那么你会产生什么想法？它叫做 B。那你产生的一些想法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我们的这个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那不同的情绪反应呢，就会影响你说，我要用什么样的行为？你那刚看有看到有吼？有。所以这个 A、B、C 是很重要的3个步骤。当我们感知到，外口发生一件代志的时候，这叫做 A， 叫做 A 哦。所以你若开始不管是啥，反正就是咱只要一早上起来就是有事件嘛。什么叫事件？早上一起来，那一刹那起床是不是一个事件？
次早上从床上起来就是一个事件，迄当阵一起来起毛字就无好，比如讲你起来的时阵是好像昨我妈妈就早的时阵就给你卡一个赖来，然后迄个感觉你迄个起床就人讲小孩子都有啥起床气有无？起床这个事件就会导致你脑袋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当下就想说，是什么人伫6点半的时阵会给你卡一个赖咧？然后你就想到，应该就是咱阿母无其他的人袂做这个代志，然后你心里那个想法，当下你可能会觉得就烦了，我怎么那么讨厌？可是你又想回来，妈妈就那么早起来，她那么早起来的时候，她可能就觉得。那时候来打他可能比较方便他可能就没有想到说，他女儿很懒惰，6点半还没有起床这样子，所以呢，那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我就想，当然第一个想法很烂，第一个想法会觉得说，那妈妈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糟糕啊？那如果我这样想，然后再去接电话，我会情绪就败，马上接开，我你为什么还这样卡电话来了？然后接下来就产生一种破坏性的行为，我就跟好啊，你买个卡，买个讲啊，挂掉好。然后之后呢，等到我早上清醒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心里的感觉就会产生罪恶感。你怎么会对妈妈这样子呢？只好再回去打一通电话跟妈妈道歉，然后去搬一出起来都较忝嘛呢。但是呢，如果那个早上的那个事件，一起来，对，有起床气，没错。然后你的想法妈妈打来了，好那可能她等一下要干嘛？果然一接起来，妈妈说。因为伊今仔日有一个代志爱做，所以无法度几点的时候敲互我，只好较早敲互我。你就果然符合你原本的想法，于是你那个不好的情绪就会被转化，于是你就不会用那种暴怒的行为去跟我妈说，跟妈妈说，安尼你就说安尼我有了解啊，好，那这件事是不是就解决了？代志的袂愈大条，所以。情绪的 ABC 3阶段，请大家要记得。那等一下我们讲这个会套到后面的运用。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在树林里面遇见蛇，这个是第一个事件，事件 A。那么你会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很快这个想法不用考虑太多，因为这比较算是咱的人生的保护、自我保护，所以它比较会像是直觉的反射性的反应，所以你就会想到想法 B 是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状况你有干嘛回向来啊？对吧？来第三，你有产生什么情绪？什么情绪？刚刚会惊，对吧？会惊要赶快走，对不对？赶快逃走，然后获得一个安全的结果。好，这就是情绪上面 A、B、C。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每个人对于发生的这个事件，都会每天都在发生事情嘛，所以你要记得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引起你的不同的情绪。好，那你会产生不同的想法，那你会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然后你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产生出不同的结果的C的产生。所以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去思考。所以你看。好好的注意训练你的情绪，是不是可以让你可以脑力更活化？所以你有没有说，其实都情绪化，有的男生就会觉得，我们等一下有时间提到男生跟女生情绪反应的不同有些男性真的是咱华人社会男性真的比较辛苦，我真的要说，因为从小就和妈妈教讲，我都考啥？查甫囡仔考啥？卖考啦，老什么把赛啊？所以咱的华人的男生就很习惯的把情绪什么压抑下来，卖表现出来，好像是就把它开，很弱很弱。但是事实上不是，好好的训练自己面对情绪，那才会让你比较健康，而且比较勇敢。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发现说，华人的男生就会很害怕面对情绪，反而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情绪。所以面对女生比较有情绪反应的时候，男生就会觉得。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然后就会开始很紧张。你看这情绪化，所以马上就会套上一个道德的判断，说你都是情绪化的人然后这样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用跟你的情绪相处，我就可以逃得远远的，我都不用理老婆的情绪，不用理女儿的情绪，不用理这个女朋友的情绪我就跟你说你情绪化，所以你哪有情绪，你自己处理，我就要走其实不是他们在讨厌我们，而是说
他们很害怕情绪，很害怕面对情绪这件事。所以其实就生理上面来谈，或者从这个老年研究也发现说，为什么女生会活得比男生长？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女生比较善于表达以及这个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你看哦，女生做伙的时阵，哦，咱大家呐，迄个妇女团体啊，妇女做伙去食下午茶啦，去食饭的时候，拢在讲啥？心情对吧？我心情不好，哎呦，我跟你讲啊，这什么代志啦？哎呦，安娜怎样啦？我跟谁谁谁又怎么样了？我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女生都讲这个，男生哦很少在讲这个，男生都讲什么？事业，第二个是钱，第三个是车子，要不然就是运动，哈，差不多安尼。来台湾有一项给弓箭低，哈，所以大概就是4件事情啊。基本上比较少讲到，我觉得我心情怎么样，男生在一起不会讲这个，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男生他少了很多的机会去表达他的情绪，所以呢，请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让我们家里的男士，不管是你的儿子也好，你的这个女婿也好，或者是你的先生也好，有机会在家里面健康的把他的情绪用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好。所以呢，是有一个很重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得哇，他多少共轨哈。有一个心理学之父，他叫做那个James，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很重要，后来很多人也都用这句话在谈。达赖喇嘛也曾经讲过，他说：“那你的思想会决定我们的态度，所谓你的态度也包括你的情绪，所以你怎么想的会决定你怎么表现出来，你的情绪是怎么样。那你的态度呢，会决定你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你的行动。”久了之后，人久了之后，行动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只要一生气，我就丢东西，有没有？就变成一种习惯。我只要一难过，我就把自己锁起来，宅在家里，你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因为你不想要用别的方式去面对这样的情绪，所以你已经好这个物件，比如说，咱看到车就会闪，这种叫做啥？叫做反应，叫讲反射性动作，情绪也会变反射性动作。当你让他习惯以后，你的情绪，比如说我只要难过，我就绝对不掉眼泪，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人难过到怎样，他眼泪就是掉不下来，他也很痛苦，因为他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影响了你的生理的机制。好，你就在接下来很可怕的事来了。一个人习惯什么，就会变成他的性格的一部分。所以不要说性格是天生的，性格不一定是。当然有一部分是你天生的，那叫做秉性的，是你生出来的有那个倾向。比如说有些人比较活泼，有些人比较内向，有些人比较乐观，有些人比较悲观，有些本来的秉性上帝给你做的那个部分，你加最吴信如，你加最刘英燕，你就有这个特质，这个是你的特质。但是你的性格不是只有特质，它有一部分是从你的习惯所演变出来的。你习惯这样，我这个人习惯就是我一生气就不讲话，我一生气就大吵大闹，我一生气就丢东西，所以最后别人就会说你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你是一个歹斗阵的人，有无？你的性格就出来啊，性格出来了决定啥？决定一部分你的命运。因为你歹斗阵，所以大家就无爱跟你斗阵，所以你就感觉你安那，你就变成一个足孤老的人，足孤单的老人。所以孤单的老人安怎来的？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我要很不好意思直接的讲，就是孤单老人可能有一半是自己造成的，不见得是因为孩子不在你身边。我们看到很多长辈他是独居的，我也认识，在别的地方上课的时候。也认识一个阿嬷，她90岁了，还在上松年大学，她在大安教会。然后呢，你就看见阿嬷，哇，90岁啊，跟来哦，每天都整整齐齐的。然后我每次去上课看到她就很开心。然后我就跟她说，阿嬷，你真正是看起来有够，你是不是吼，你是甲囡仔大晓啊，是讲甲孙啊？伊讲无呢，伊囡仔拢过身去。因为他的孩子没有像他那么的长寿哈。然后他说我的一个人。你就想说，哇塞，一个独居的90岁的阿嬷，当然她的身体状况健康，走路比较慢啊，什么这是正常。但是你就发现说，她没有给我任何一个感觉，她是孤单的感觉，她是独居不见得孤单，懂我意思哈？
孤单是一种情绪，那是你自己感受到的，然后你甚至会散发出来，成为一种负面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讲说，你怎么样的一个性格，最后就决定你有什么样的命运。那这个阿嬷，因为她不是那样的性格，她反而独居，但是她不孤单，所以她很乐于去跟别人相处，她也乐于参与一些活动，她能参加的，她甚至乐于到那个活动里面，她说啊，我嘛是爱叮当啊，我每当都有人来给我服务，所以一家减，你看哦，90岁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啊，阿嬷你卖宠，你卖宠，但是她就会来弄发一发那个讲义也好啦，擦一擦椅子也好啦，她也是都在从她的身体行为里面，她就把它投入了来参与活动的时候，不会说哦，我起来打发时间，我起来这个蒙鬼哈，不是这样，而是他们很认真的参与在他所选择的每一样活动里，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你也刚刚从外表看跟他做好名啊，但是你也要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他是独居老人你也刚刚说他是独居老人，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什么样的一个外在的条件不一定会带来同样的命运。那命运是怎么产生的呢？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并不在于你的外在是怎么样。就像我一开始讲到说，认识那个中年人，他也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患者，但是你就会觉得跟应业牧师给我看感觉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生。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外在条件并不见得会带来相同的命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来想一下我现在没看到你，所以你麦克风关起来，所以较歹反应对不不过呢，你也当对这个有一个情境，你自己来思考一下啦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孩子跟你讲，他没办法等于领导过节啦那中秋节到了，比如说之前如果没有疫情，当然现在有疫情比较难去谈啦，但是如果说刚好也没有疫情，或者说你生日孩子没有办法回来，好，或者是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一个朋友一直在讲他的囡仔外交，好，或者说呢，你的媳妇跟你之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回去之后，发现媳妇把你最爱的蛋糕吃掉了，好，那你那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或者你突然发现回去之后，可能这个媳妇刚好没有时间煮饭或者是怎么样，好，不管什么，好，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你自己设想一件事。那么你会产生什么想法？比如说，囡仔跟你讲，我把它等于给你庆生呢，我怎么样？或者说，你有一个朋友要跟你在一起，不断的说他的孩子怎么样，这时候你会产生什么想法？这就是想法 B。那你要很认真的意识到，所以等一下我们提到说，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就是你要头脑很清楚的去分辨说我现在有什么想法，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训练你的脑力，对不对？可以训练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化，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说训练情绪就是训练活化脑力？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的机制不简单，好，来，你会产生什么想法？你得要马上意识到不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直觉性，让他都要讲变成一个习惯性反应，不可以我们就是要打破那个习惯嘛所以好，你可能本来朋友不断夸口的时候，你可能以前的习惯性反应马上就给他啪回去，然后我跟你讲啦，我囡仔嘛是安怎啦，嘛是做医生啦，嘛是做律师啦，嘛是安怎，你可能嘛无就是讲你莫搁伫遐一直讲恁家的囡仔啦，听得就烦的这样，你可能以前有些习惯性反应，但是你心里可不可以产生其他的想法？比如说，这朋友为什么拢爱一直讲家己囡仔偌好呢？是不是他自己缺乏成就感呢？所以其实他很自卑呢。你若对这个角度来看，你就感觉哇，你这个朋友实在你应该好好甲鼓励，讲伊找伊家己的人生较重要，讲家己囡仔可能无遐重要，毕竟囡仔的人生是囡仔的，不是爸爸妈妈的。好，所以你可能就会产生以前会听了做亚神，或者说以前媳妇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老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马上就有那个刚刚说的习惯性反应。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有别的想法呢？你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呢？好，然后不同的想法，你就会发现
它会让你产生不同的情绪。以前朋友不断的讲孩子的时候，你可能干嘛就是呢，好讨厌，然后马上跟他没等题，马上讲过去，然后你的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的反应，产生一种嫉妒的感觉，产生一种生气的感觉，那个感受就很差，所以情绪就荡到谷底。只要别人跟你讲他家有多么的好，他家有多么的赚多少钱，哦，那你可能心里就马上荡到谷底。可是如果你现在换一个想法，诶，那是他的人生啊，那是他的厝啊，那是他家啊，哦，我为什么要跟他比较呢？我应该想说啊，上帝赐给我什么会？哦，我今晚拥有的是什么？我真的就要很感谢。我用这个角度来看，诶，或许我的情绪就不会荡到谷底。甚至别人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还可以去想一下说，伊为什么一定要讲别人诶？哦，伊为什么要讲家的囡仔呢？是不是因为他的人生的成就感不够好嘞？或者他自己的有自卑感呢？所以他要一直提出他家里好的部分让你知道呢？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好吧，稍微附和他一下，让他感觉上舒服一点。但是你赶快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会不会就不会？你就不用用冲突的方式来面对这一个让你不舒服的感觉。不舒服一定会有，每一个人听到别人在乒乓自己安弄的时候，一定会不舒服。但是你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你可以不用马上就给他飙回去，或者不用让自己变成有自卑感，然后你可以把话题转到一个健康的方向去，所以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就会影响你用什么样的行动去反应，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听懂？到这里有没有听懂？有哈，这很重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要好好的意识，然后去训练。也就是当一件事发生，你开始察觉，你一定要先练习察觉自己内心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情绪。然后这个东西你才能够让自己训练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好，那处理负面情绪跟健康我已经讲过了哈，压抑情绪很容易带来疾病的哈，不管是年轻人或长辈都是一样。刚刚英恩牧师讲他女儿的例子啊，我女儿也是这样，他女儿会产生就是敏感性的生理反应。其实内在跟生理跟心理，其实在我们的人里面是不可以区分的，不能区分的。很多人的生理因素是由他的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真的对于长辈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特别长寿的秘诀就是好好的处理你的负面情绪，而且要预防失智的秘诀也在于训练你好好观察自己的情绪。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处理情绪里面呢，在信仰上有什么意义？其实，在基督宗教里面哦，基督教来对情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说，情绪是一个被忽略的上帝话语，就是上帝其实是透过负面的情绪来给我们看到你内心有哪里是受伤的，哪里是受伤的，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在这里你才要才。老师，你的麦克风关掉了。老师，你的麦克风不小心关掉。突然没有声音了，是不是没电了？是不是没电了？哦，老师就是没有声音，听不到你的声音。老师，你电脑的麦克风可能自己不小心关起来了。是那个会议室的。老师，你按在那个会议室有个麦克风图案，把它点开。哦，好，现在有声音吗？有，欢迎回来。从哪里开始没有？哦，真的是刚合起来。好，来，从哪边开始？就是这个好，你换了下一页的时候刚开始。OK， 好。所以我们说，其实上帝是透过情绪来看到我们内心有哪里受伤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呢，有些人好，比如说你去餐厅吃饭好了，
那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教授，那他很有趣，他自己后来观察到他有一种情绪很有趣，是这样，只要他跟别人在一起，别人没有先跟他打招呼，或者别人没有先注意到他，而是注意到另外他旁边的那个人的时候，他内心就会产生很不舒服的情绪，也刚刚你都看不起我，他已经是一个教授了哦，而且不是年轻人哦，是已经年纪很大了哦，年纪大退休的教授，他怎么还会有那种感觉？他说他这种感觉是从年轻就有的，不是突然才退休才有，而是他一直都会这样。那我们就在聊说，你为什么你内心你会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他曾经举一个例子，他说他跟他的朋友去餐厅的时候，因两个的港西尊坐下去，然后呢，那个服务生来的时候，就先跟那个朋友打招呼说，哦，那个这个先生你好啊，点餐什么啊，然后才跟他打招呼。他说他那内心的直觉的习惯性反应马上就上来，就觉得你为什么先跟他打招呼？你没有看到我吗？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哪里长得不够好，或者是你觉得我不够？他内心那种感觉就上来了。当然他不会讲出来，因为人成熟了，不会这么傻公妈熊的欢迎，所以他已经训练到把那个习惯他已经不变习惯，但是他有察觉到他不舒服。那你看，你就会发现要是你去，你会这样吗？不会嘛，对不对？要是我们的话，换成我们在那个场合，我们就不会感觉这样，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有没有？比如说你肯定比如做会习，是不是有时候他会觉得，那个人好讨厌哦，那个人来松大那一个，我今天就特要那个太太另外一个女朋友可能跟你说，没有啊，好像不会呢，好像还好，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人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有受伤的地方都不一样。那有一个德国的诗人叫海涅，他曾经说过，你内心如果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受伤的地方的时候呢，别人怎样打都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所以通常你内心会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要感谢上帝，上帝要透过这样的情绪，让你看见，哇，原来我为什么会觉得别人看不起我？明明我的社会成就就不错啊，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可能你内心小时候经常处于一种会被别人贬低的情况，不管那个人是老师或者是谁其他的，你可能都一直处于会被贬低的情况，所以你内心就会经常的害怕别人看不起你。那这个时候你会有那种负面情绪，就是来告诉你，你要不要好好的面对你内心那一块从小受伤的地方呢？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安呢别人那里告回来，对，或者在你的团体里面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可能你的反应就会是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为什么你跟我意见不一样？为什么不采用我的意见？但是另外一个在这个地方没有受伤的人，当别人批评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说，安尼哦，安尼听你的意见一下，安尼讨论一下，安尼也是不错大家意见不一样，可以讨论一个比较多元的结果。每一个人反应不一样，因为你每一个人内心那一块软的地方、受伤的地方是不同的。所以负面情绪我们要看说，他其实就是上帝在跟你说，你这所在检测有刺伤过哦，有受伤过哦，你要不要好好的注意一下？那你可以好好的修复它，这样你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每一次别人批评你，你就跟他点了那个抛赶快给你点了，给你的爆炸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你好好的面对自己情绪的时候，你的人生还有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比较健康。那你自己也不用那么的害怕，因为呢，很多人他会把自己关起来，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敢把自己情绪表现出来，然后让别人觉得说，这个人大概都跟他戴一个面具一样，好假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都不好不愿意表现真实的自己，然后都很冷冰冰的。其实你会发现，有些人冷冰冰的，不是因为他很有自信，也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跟别人相处，而是因为他怕受伤害。所以因为他惊那个受伤刺伤的所在，佮去给别人搁给他点了那个
那个盐水在上面，因为跟别人相处多少都会有碰撞，那他就会怕别人碰到他那个受伤的地方，所以他从小就习惯穿一个盔甲在身上，把家里包起来，不要跟别人接触，不要让别人太接近我，不要让别人太了解我，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人，你虽然看他外表冷冰冰，其实他内在是很需要别人去关注他、关怀他，帮他把那个受伤的地方医治好。所以你就会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当我们多了解自己，你就会对别人多同理心，你就会对别人多点接纳，那么你自己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比较好。你没把自己包起来，你没戴一个面具，而是你可以用真实的自己去跟别人相处。那当你愿意用真实的自己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你的人生会变得更有意思。小的电量，好，那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的人生就更有意思，你不必戴着面具。所以呢，在我们的基督宗教里面，我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不能够只祷告跟上帝说啊，兄弟啊，求你把我的恐惧除去吧，我宣告恐惧的魔鬼离开我。这是没有用的。如果有用的话，不会一而再再而再三的宣告都不会好，一样会害怕。而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在这个负面情绪里面面对，跟上帝问说，神啊，我为什么这么害怕别人呢？神啊，你这个恐惧要告诉我什么呢？这个是你要跟我对话的部分，我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感受，而不是刚刚把兄弟当作止痛药在吃啊！上帝啊，我宣告，求你让这恐惧的魔鬼离开我，好像把兄弟当作止痛药吃下去就会好，不会好，你就会一直在倚靠着止痛药过日子。上帝信仰就变成你的止痛药，而不是变成来医治你内在的真正的那个医治力量。所以很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你要问自己啊，我为什么会怕？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有一个牧者，我们有一次在办活动的时候，然后他是一位真的很认真的牧师，而且年纪也不是年轻的牧师，他大概有50多岁。那在个别谈话的时候，牧师就说呢，他一直牧会以来他每次要站上讲台之前啊，他都非常非常的害怕。他那个害怕是会害怕到当他准备讲道篇的时候，一篇讲道篇要改10几次，然后改到一刚讲那个礼拜的之前还在改，然后那个改的原因是内心充满了恐惧感，怕自己讲不好。然后呢，我们就在想说，哇，那个恐惧是十分的大，因为已经造成了他非常非常，他说一篇讲道篇他要准备3、4天呢。这一个有经验的牧师不是那个菜鸟牧师有经验的牧师，他准备3、4天呢很长的时间，然后让他自己都觉得他忽略了会友，因为他都不敢去探访啊，他怕别人跟他说什么，他说他做惊别人跟他说，我说你前礼拜讲的我感觉不盖好呢，他很害怕听到这个声音。然后他就说那个恐惧就会已经造成了他一种牧会上的一种无力感然后觉得很想要离开这个牧会的合场这样子。那我们就在聊啊，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恐惧呢？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会害怕？他害怕什么？你讲下。来，一言牧师这些你应该会有经验。然后一言牧师，你觉得呢？为什么牧师为什么他会害怕？有可能是害怕被拒绝吧，或者是失败。大概是我猜啦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每个人都对哎呀，那我们就会想说，他一定是，当然他是害怕他讲的不够好嘛，然后为什么然后但是你在探讨跟上帝对话这个恐惧害怕的时候，不要只对话到这边。他说那我就是讲了不该好这是表面一个原因，但是你要再回到更深层的去看，我为什么会惊我讲了不好？要进一步问啊，你为什么怕我讲的不好？这才是那个害怕的原因，不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对，我会害怕讲的不好，但是重点是他再进去一点点，等一下进一步的去想。所以我说锻炼情绪其实对你的脑力很有帮助。你可以想，为什么我会惊我讲了不好？
啊，我感觉我需要别人来啥肯定。你需要别人肯定啊，不然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你若感觉我讲了无好，迄是你的感觉，跟我无关系啊，迄是你的感觉啊。一篇讲得篇有人感觉好，有人感觉不好。有的牧师就这样跟我说，我说，牧师你会不会很有压力？不会嘞，反正讲得咱就准备就是安尼啊，我就尽力啦，若感觉无改好，无要紧啊，咱去问伊讲，我倒位讲了无改好，无我来改进。有的人是这个态度但是有的人却把这样的，他会变成恐惧，他就是。你就会发现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可能这个人害怕的这个人，他可能把别人的掌声视为他自己自我价值的来源。比如说，别人有跟你拍拍手无，有跟你讲你足赞的无，已经变成了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根本。当我们探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牧师想一想，对耶，他好像比较重视别人的掌声，而不是重视呢这一篇讲到能不能回应会友的需求。他没有去想到我的会友到底需要什么，而是他一直在想我这篇讲到讲的够不够好，会友会不会说我很好，所以他就弄了很多很多的神学的以前在学校学到的任何所有的神学啊、文学啊、社会学理论全部都丢在他的讲道篇里面，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的讲道篇是很像在写报告一样，跟会友是有距离的，所以会友其实有的可能也听不懂有的可能跟他讲这个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产生了一个距离感，反而他越害怕，反而让他的讲道越跟别人产生距离。所以曾牧师想一想，有可能是他内在的一个感觉。第二个，他想到了，我说你内心有没有感觉是哪一块去刺伤？他说有，因为他是无事囝。他说他现在想起来，他小汉的时，他说他准备讲到，还是他无回忆来，他拿心肝来上盖惊，就是回想到有一幕，但是他都一直不想去想他，所以他就把它藏起来。现在他又在把它挖出来看。他说：“我说哪一幕？”他说。很有趣是，他说他爸是牧师嘛，所以他小时候就在那个听他爸爸讲道，对不对？就在伊讲有一届礼拜了的时阵，无张伫会友伫个边仔就开始讲，我说今仔讲到讲了有够无好诶，唔知咧讲啥，我听拢无啊。无说拢讲伊家己的一直就批评就在这个小孩子的面前讲，所以这个孩子从小那一幕，他说他真的是就兄弟来对，一直都想到说那个会有在批评他爸爸的时候的那个表情，然后两个人在谈论他爸爸的时候的那一种样子，所以他就一直很受伤。那一个图像让他很受伤，所以他就很恐惧，他就一直想那个都很恐惧。所以你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恐惧，其实是让他再把那个受伤的地方拿出来好好的看一下，不然他永远那一个恐惧，那一个负面的图像就会一直在他心里面，然后让他对会友产生什么恐惧感，所以他就不敢接近会友，他会很害怕，他内在会产生一种距离感。所以这个部分你看是不是，如果他好好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帮助他去看到他受伤的那一块，所以他再回头来看，当我们去聊的时候说，但是你为什么又会想要献身呢？你看你惊，你有什么可不可以献身？伊就去讲不过以底生命过程里面，他有被上帝触碰到好多次，然后他那个呼召是很强的，他觉得他一定，他想要在投身在这个地方，他有个想法是，他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牧会，这是他的呼召很棒我说这个图像是很棒的，你想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牧会，那你就把这个不一样的方式的牧会当成一个正面的图像来帮助你嘛。然后他就开始讲，我说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牧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他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你就发现，他的整个那个热情都起来啊，一把就个跟起来啊。在谈到那个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沮丧。但是讲到这个他那个牧会的那个图像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所以我就说，牧师啊，我觉得你是很有热情的牧师呢。你是因为把那个负面的图像都放在你的前面，所以你的热情就被那个盖住了。你好好的面对那一块的时候，你的热情就会上来了。所以他在那个谈的过程，他就想一想说，他好想回去，他重新再开始去面对他的教会，重新面对他的会友，他觉得那热情就上来了。所以你看是不是那一个负面的情绪本身不是罪，是当你没有去处理它的时候，你才会变成你的生命的阻碍，才会变成是罪。
那我举一个很有趣的圣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故事你也可以从这里去看，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件杀人案，很惊悚。它是一个后来，这是我最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它跟负面情绪太有关系了。它是一个很典型，里面藏了好多个情绪处理的关键。他在讲一种不处理的负面情绪才会变成罪。他这个故事就趣味，我用讲的好，因为我知道我大概可能不一定是有看过这经文。他这个故事很有趣，他说在亚当跟夏娃然后咱是那个上帝冲着上早的人嘛，一对夫妇他们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做亚伯，一个叫做该隐。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好，然后现在故事展开了，很有趣哦。该隐带了一些土产呢，要献祭，亚伯嘛去献祭。不过圣经下较讲的就足趣味的一个图像，伊讲上帝介意亚伯接受了他的祭物，但是拒绝了该隐，拒绝了他的祭物，所以该隐怎么样？情绪来了，非常生气。当然了，圣经你会说上帝这圣经下来的爱亚伯，所以有造成什么？这一件事情造成很多解经学家开始要解释上帝，因为你从这段经文来看，你若不是基督徒的，我相信你一定会讲，恁的上帝哪会这偏心啊？哪无代无志就介意这个，无介意那个啊，对吧？一定是这样。所以解经学家们就辛苦啊，你就开始想讲变那该说讲上帝爱亚伯不爱该隐就用很多的历史去解释，用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但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会让我们的上帝比较不会那么的令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你去看说这个其实会不会是该隐把他自己内在的情绪投射在上帝的形象上，会不会？很有可能啊。比如说该隐他可能从小就一直觉得这咱用咱的生活的感觉，你哪有兄弟姊妹，尤其是你是老大的，你是老大的，你是大汉的迄个，你会感觉到爸爸妈妈会偏心的。像阮查某囝一日讲就讲，阮做偏心，因为弟弟讲阮对于姐姐，阮对于较严厉，以前对他要求比较多同样做的错事发生在弟弟身上，我们的惩罚就没有那么严格。以前我们就直接打他，对弟弟呢只是劝导，他就会觉得我们偏心，都会，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其实上主喜欢亚伯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该隐他自己对他父母亲的不满的一个投射，所以投射到上帝身上，他就觉得上帝介意我的弟弟，上帝无介意我，因为他感觉爸爸妈妈本来对我的偏心，所以上帝一定是偏心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不满的情绪，不只是放在别人身上，我们还会投射在我们自己上帝的头上呢。这更危险，你的上帝就是你想出来的上帝，你的上帝就是把你的负面情绪反映的那个上帝。你的情绪，你的上帝可能是一个好严格的上帝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上帝。你只要做得不好，上帝就会生气，因为你自己就是那个完美主义的人，所以你就把你的上帝把我们的本来一个慈悲的、一个很宽大的上帝，变成一个很狭窄的、一个内心狭隘的上帝。好，我们先从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好，这个该隐就生气了他就生气了。好，为什么生气呢？嫉妒嘛，对不对？就嫉妒啦，嫉妒说，这个弟弟比较受到欢迎。好，这时候上帝是有给该隐机会的，而且是跟该隐说，我用你的负面情绪有来警告你，所以上帝就警告该隐，问他上帝还问他说，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皱着眉头呢？对不对？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上帝是要用你的受气，上帝无讲你袂使受气，是叫你想看卖，你为什么会受气？这最重要的。上帝不是甲该隐讲你袂使受气，无，上帝讲你为什么受气？你为什么上帝知道伊会受气？所以问讲你为什么受气？这就是咱讲要面对你的负面情绪。接下来，上帝说：“你要是做了该做的事，就会显出笑容；你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罪就在你的门口，你就会犯罪所以，当你把这个受气变成去做，变成行动的时候，罪就会在你的门口。
上帝已经很告诉他喽，负面情绪如果变成行动，你罪就会在你的门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好，事件 A 有可能是一个祭物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心理投射的问题。然后呢，在该隐的内心会产生一种想法：上帝偏心。好，于是从他的内心就产生了一个情绪，叫做什么？嫉妒。一直从这个想法到嫉妒中间，上帝一直在问他，一直叫他要跟情绪对话，可是他都不对话，他也不去面对，然后让自己这个情绪越滚越大，越滚越糟糕，这个想法越来越偏，上帝偏心，上帝偏心，上帝偏心，然后嫉妒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到最后行动是什么？一个弟弟抬起，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罪的产生。所以上帝在这当中，其实前面一直都没有谈到罪的事情，是你如果去行动了，就会变成罪，就在你的门口了。所以其实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那面对那情绪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一个负面的结果。哎，我听我爱艺术这样的一个逻辑，知道哈？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分析。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很敏感的去感觉到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好，那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行动跟前额叶这个问题，我把这个脑神经稍微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很有趣，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做高曼哈，他写了一本书叫《情绪商数》，他用了一句话叫做“请大家不要被杏仁核绑架”。啊，这上面艺术呢，我改水有打来听，就触别哦。这个有帮助大家在处理刚刚那个 A、B、C 这个地方哈，这个 A、B、C 的时候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跟想法这边的产生呢，它是会因为我们的一个机制，它叫做杏仁核。也就是说，当外面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脑部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杏仁核就是这中间黄色的地方，很小，它是杏仁核，它是当外在有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情绪，由这里会来控制。比如说，看到一个蛇，你就会害怕。好，那这个害怕就是杏仁核所产生的一个感受。那么杏仁核受伤的人，有些人他因为车祸或因为其他的撞击的关系，让你内部这个杏仁核受伤了。受伤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感觉到情绪了，所以有的人没情绪是因为脑部这部分受伤。好，那么这杏仁核感觉到情绪之后，他有两个地方可以去，最前面的6秒钟，这个杏仁核呢，感受到情绪之后，它会发送一个信号到我们的肾上腺。肾上腺是在哪里呢？肾上腺这边，肾上腺就是在引起我们主要的那个反射行动的所在。所以呢，如果你感觉生气了，那么我看都要讲到，你变成一种习惯，那就是你的肾上腺反应，你就会去带物件，那种就是你的肾上腺反应。所以这6秒钟以内，你的杏仁核的情绪反应是先去刺激你的肾上腺，那叫做直觉的习惯性反应。好，那这6秒钟你就会变成用习惯性的反应。那么，但是6秒以后，这个情绪的这一个荷尔蒙呢，它就会慢慢的到我们的前额叶。这前额叶就是我都要讲的，咱要训练失智，咱要训练让咱不失智延缓失智的，是要训练这前额叶更敏锐。那么你的杏仁核的那个反应，恐惧那个反应，生气那个反应，就会到前额叶去。然后前额叶是干嘛呢？让你思考跟判断。所以趣味来啊，有什么叫做不要被杏仁核绑架？意思就是说，你感受到情绪的时阵，不要马上由你的肾上腺去反应，而是再等一下，让自己有时间等6秒钟之后，你就会有机会回到这个想法，然后再回到情绪控制。所以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马上中间的想法跳过，然后情绪也跳过，然后就变成一种行动。这中间6秒钟，等一下，你就会有机会
让自己从前额叶回到这个想法去想一下，然后看我们产生不一样的情绪。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说，当你感受到你情绪反应的时候，你就给自己6秒钟，不要让杏仁核绑架你，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行动。好，那经过几秒就会跑到前额叶嘛，话都要共轨。好，所以这一些暴怒啊、敌意啊、生气啊，这都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反应的。训练情绪，也就是训练你的前额叶，所以可以促进脑部的活化。那比如说，同样一个生气，它就会导致于你用不同的方式来反应，会不会？你有没有发现？会不会？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呢，你今嘛看恁囝在讲话，还是看恁查某囝在讲话，伊做了一件事情让你极度的愤怒，所以你就会当，你就安那该骂，对不？咱的直接反应，咱就该骂，一直骂，就生气也就骂他。好，或者你先生好了哈，或者你太太好了哈，那你就骂他嘛。突然间电话来了，你接起来，刘英燕牧师打电话给你，跟你讲，那个什么丢了，这个蔡长老，好，对，今天你要服侍哦，请问一下，你刚刚那个愤怒的、很大声的骂，你会怎样？牧师，我会其实这礼拜我爱好师哦，我爱祈祷，我爱思会，我知，你敢会遐歹？敢会搁遐歹？你唔敢嘛？你敢甲刘英牧师讲？你别个靠我，我即摆咧生气讲掉，无可能嘛，对吧？你一定牧师啊，即摆来牧师讲了啊，电话挂了，你就安那，佮转去骂，对吧？继续转去骂啊，本来咧骂遐继续骂，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同样一件生气的事，你居然可以有不同的反应。一个是跟牧师讲话的时候很和缓哦，你还可以和缓下来哦，然后另外一件事是你却还可以回去继续骂原来的那个人。所以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事实上你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反应的，对不对？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这么做。好，现在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做呢？重要有3个原则。第一个要察觉，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说你要训练察觉我现在内心产生的什么情绪，不要有罪恶感，要察觉，不要有罪恶感，然后要接纳，因为这是你的个性的一个部分。我会生气，我会不舒服，我会有自卑感，我会难过，这都是我个性的一部分。那上帝没有说你不能有这部分，而是你不要让这部分变成你的行动。所以你接纳了之后，你才能转化它。很多人不接纳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就像该隐那时候，他不接纳自己，会产生嫉妒的情绪，所以他就让自己这个情绪压抑下来，但是越来越生气，有没有？你有一种经验嘛？等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等你愤怒的时候，等你内心觉得这个东西很不满的时候，如果你硬是压抑着，然后跟自己说没有，我是基督徒，我哪会生气？没有，我怎么会讨厌这个人呢？没有啊，我怎么会不接受批评呢？你一直压抑下来，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个压抑有没有用？它没有用的。它会在不一样的地方，你可能的底部赶快的人身上转化为去，本来是讨厌这个人，你可以好好跟他谈，但是你不跟他谈，你可能压抑下来之后，你回去就变成发泄在你的家人身上。所以其实你接纳了说，我真的对这个人我真的很不行我那里看到他我那心肝底的不舒服，你只要能够察觉到自己不舒服，你就不会用行动去对这个人不好。通常都是你没有认真的察觉我不舒服，然后让自己内在的那一种不舒服一直在你内底点会，尾啊你就倒起来。所以当你察觉我内心已经有一个火了，你可能你的做法就会是我不舒服，我先离他远一点，或者我先观察一下我为什么不舒服，我先去看一下我有什么想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很重要是接纳自己的情绪，但是接纳不是发泄哦，反而接纳才不会发泄。你如果去否认，那才会变成发泄。所以要接纳，不要去排挤。接纳之后，第3个步骤是转化它。怎么样转化？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ABC， 想法变了，什么情绪就变了。想法变了，情绪就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说，我要有什么样的想法？我重新再去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讨厌这个人，或者我为什么
准备讲到会那么害怕？我为什么遇见这件事情我会这么的生气？我就去不一样的想法，我可能会去想，上帝刚真正偏心，应该上帝以我们的这个信仰来看，上帝是公义的啊！为什么我会感觉上帝无介意我的小弟啊？因为我感觉我的爸爸妈妈偏心，我会真正感觉爸爸妈妈偏心吗？我再想一想。有可能哦，他们不是偏心，而是因为我是老大，所以我要承担比较多家庭责任。但是我弟弟呢，反正老二嘛，他就比较有那么多的家庭责任，所以爸爸妈妈对他的期许也许没有那么高，而是反而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比较高。所以其实爸爸妈妈不是偏心，其实他是因为他们希望需要我去分担你的钢盔啊。或许你的想法改变以后，就不会是上帝偏心了，也不会是父母偏心了，而是你会去了解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你产生的就不是嫉妒了，你产生对弟弟的可能就是所以弟弟可能因为没有那么多训练，像你如果老大的，你就会觉得怎么老大特别能干？因为老大从小都爱煮饭嘛，爸爸妈妈无爹就是阮翁就是安尼嘛，因弟弟跟妹妹都不要煮饭，跟他也要煮饭，因为伊爱煮给弟弟妹妹讲，所以他后来长大以后，他训练的过程里面，他就发现，他很喜欢煮饭这件事情。然后，结婚以后，这变成在我们家庭里面是一个乐趣哦，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很厉害，很会研发各种的菜色。你就发现说，他以前的那种感觉上好像被不公平对待，可是后来却变成他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对不对？那你的情绪不一样了，你的行动就不一样，你就不会去杀人，你就不会去打你弟弟，你就不会在那边一直讲不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同样的道理，要察觉，不要有罪恶感，要接纳，不要排挤，要转化，你要去转化它，不要去转嫁到别人的身上，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们说处理情绪，除了刚刚讲 A、B、C 之外，再给大家一个口号，叫做6秒钟护一生。那女生那种6分钟护一生哈处理情绪是6秒钟。就我刚刚跟大家讲，为什么6秒？为什么6秒？来，为什么6秒？来，你教我讲哪里会有6秒呢？怎么？就是从肾上腺到那个对，那个杏仁核，不要让它。对，不要让它到肾上腺素，要先度过那6秒钟。对，谢谢老师哈。那6秒钟，你让自己度过以后，你就不会被它绑架。所以呢，有很多的精神科医师在给那一些容易暴怒的人身上，都会告诉他们，也是一个原则，叫做数到6原则，就是你一生气，拜托你先把自己用镜头比1、2、3、4、5、6我曾经跟基督徒说，我跟你讲，这6秒，如果你用算的，较歹算，就简单呢。你背主导文，主导文背了拄好6秒钟。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念高，你的旨意得食，伫地灵真像天灵。愿你是你今日互阮下面的过户，亲像阮下面过户阮的人，你可能背到家，你就度过那6秒了。OK， 好。你第一个要先察觉，所以察觉一直很重要。就跟大家说，这个礼拜回去，你就可以开始察觉，我今嘛对了这个代志，我心里感受到什么，感觉什么，你要自己有感觉，要有感觉。好，辨认出我到底现在是什么负面情绪。接下来跟自己说，这6秒钟，老比尔讲1、2、3、4、5、6，就可以让你杏仁核的愤怒化学物质降低。第3个，你才能够回到想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去分析，说我现在有什么情绪，然后我现在跟我这个情绪对话，为什么我会感觉安呢呢？为什么呢？我到底是这个是一个伤口吗？是不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伤口呢？然后再来是学习我怎么样把这个负面的情绪转化为一个正面的力量，就像那个牧师把恐惧转化为原本的热情。那刚刚的这个愤怒转化为，比如说呢，这个拎老公比如说我讲个例子我老公经常喜欢打破东西，
我常常就会说，你是魁丘你真正有够魁丘啊，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个魁，所以我就说，是不是你的名字里面有个魁，所以你喜欢打破东西这样，所以他一打破我就会生气，以前常常这样子，后来呢，我就在想，这到底怎么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总不能这样一直生气吧？后来我们就去聊为什么他会打破东西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两个发现，这其实跟我们的身高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是家里的主要放东西的那个人嘛，整理东西的那个人，因为我有洁癖，所以我那物件差不多拢我来整理啊。因为我较矮，然后我个子比较小，所以我习惯把东西放得很窄。那对我来讲是 OK 的，但是对我老公身高高我20几公分的人，然后动作比较大的男生来讲，我放的那个距离对他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跟他手提起，一的很容易碰到旁边的那个杯子，所以当他来跟我解释说，其实他觉得根本就是我们两个身高不一样，所以视野上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原本的生气，把它化为去改善这件事情的正面力量？所以我就去改善啦，我就去想说，好吧，那以后外面惊遐不要，我就卖更加遐尼我就小可改更加垮嘞，代志就袂个发生。所以是不是原本的那个愤怒的情绪，你如果让自己有时间回来，变成不同的想法，那你那个情绪就会变成不一样的，变成想要去改善。那看讲为什么这件代志老是做不好啊？那在职场上特别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会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事情都做不好啦。那问题就来了，他事情做不好，你如果用生气来对付的话，他会变得做得好吗？会不会？改善没？没啊，事情一样做不好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情绪反而是转变为一个力量，说好啦，我今嘛做生气的，不过这生气就是跟我讲这件代志唔对啊啦，我要安那回变这对，那它就是化为一个正面的力量，你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不会变成一个负面的力量去骂那个人，一直骂一直骂。你再怎么骂都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想出解决的方法，是不是？你只是让他负面的情绪变成负面的力量，然后把两个人的关系搞得更糟糕。那条我意思吼，所以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有这6秒钟的时间，然后用一个旁观者去分析，说我现在是什么感觉？我是生气，我是恐惧，我是自卑，我是爱跟人家比较，我是嫉妒。还是什么其他的，我是悲伤等等这些情绪，那你怎么样把它化为一个正面的力量去改善、去面对？那最后你才能真的叫做放下情绪。就是所谓的放下，不是不去理它，那是不对的，而是当我能面对之后，我就知道讲我爱跟别人比较这就是我细汉可能就是常常互摕来比啦，所以那个习惯就没有改掉。那么我可不可以让自己脱离那个伤口？那渐渐的以后呢，你就会发现那个比较它还是会在，但是那个比较的不舒服的感觉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像我们在如果去，比如说身体检查好了，咱基本上都爱做那个健康检查，对吧？有的人都会讲，我不爱去啦，哎呦，我若检查到安怎是要安怎啦？若检查到一个细胞，我是要安怎啦？不过你回来想，就算讲你无检查，那个细胞就会无去吗？没啊，嘛是一点个低的癌细胞还是在，对不对？反而是你把它找到了以后，你就会有办法去面对它，去治疗它嘛，去提早治疗嘛，在前阶段就先处理嘛。所以情绪也是一样的，当你发现我有这个镜头的时阵，不要紧张，这个镜头是好的，是上帝在提醒你这个所在有问题哦，咱的人生这个所在可能颠倒哦，以前都没注意到哦，你现在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情绪慢慢你才能够平复，你才能够慢慢就能放下了。甚至当这个情绪再上来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讲这就是我的人生内底有一个所在颠倒，不要紧啦，咱就好好的把它面对了就好，让自己知道我不要再比较了啦，光来比有什么路用呢？愈比愈气死人，对吧？那你慢慢的，你就会去转化，因为这个情绪所带来，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情绪，其实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红绿灯。第一个就是，当你察觉到所以察觉很重要，拜托，今天大家要先练习察觉这件事。很多是因为你没有察觉，你就发出来所以你的杏仁核
那6秒钟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到，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去感受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什么叫爱自己？其实爱自己不是宠坏自己，不是这个意思。爱自己的意思是多一点时间感受你自己，那叫做爱自己。以前哦，咱老大人一定是这样。伫迄古早迄个时代，我拢定甲老大人讲啊，伫恁古早迄个时代，哪有时间咧想什么心情啊？拜托诶，敢若咧母囡仔、母厝人吼，啊，个趁钱啦、养家啦，哪有人拢讲哪有美国时间啊，都咧想什么心情啊？吼，所以真的以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你们没有时间爱自己，就是没有时间回到自己身上去想说，我到底给他心情是安怎？所以你没有时间想。你就很容易把你那个情绪，我之前有讲嘛，那些情绪不可能压抑的嘛，你一定很容易把它转嫁到你的孩子身上、你的其他人身上、你的朋友身上啊。只是那个时代转嫁，大家也觉得啊理所当然啦，可怜囡仔的妹妹嘞啊，所以以前可能你的孩子或者我们这个年代可能会觉得啊，妈妈讲那个话啊过了就算了，这样子我们可能就算了，但是。现在呢，你可能回头想，你就会发现，像我妈妈老了哈，我妈妈现在就跟我说，我刚刚我以前有做歹的话，甲你骂呢，好佳在恁够健康长大啊，我就想说，那个时代他们哪有那个知识可以去想到底什么叫做会不会伤到小孩的自尊，哪有时间想？那妈妈会伤到我们是自然的，因为她也没有学习情绪管理嘛，对不对？所以她自然就会用转嫁的方式转嫁到她最亲的人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爱自己？就是让我们的长辈现在多一点时间回到自己身上。当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的时候，让自己想一下，我现在是安怎，我到底是安怎，我是尴尬安怎。所以第一个要停，先冷静的先想一下，接下来想，对不对？黄灯的时候，让我们停下来思考，让它都要跟 A、B、C 嘛，思考，最后才有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情绪跟行动。这个很重要，所以情绪红绿灯就是停、想再去做，所以这个6秒钟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6秒钟去有机会先停下来，停6秒，你才能去想，你才能产生正确的行动，不要让我们自己变成被那个小小的信任和绑架，然后产生了负面行动，然后我们才一直在那边后悔啊，不要再跟底下讲啊，我哪要对朋友讲这个话啊，为什么我要对我囡仔讲这个话安尼吼？那你就会觉得说很不舒服。好，那大家可以回去想几个问题，你觉得有哪一些情绪会让你容易有红灯的状况？爱停了爱想哦，有的人是什么恐惧，有的人是生气，通常生气比较容易啊，或产生那个马上性的反应的行为，恐惧那个生气比较容易，生气跟讨厌这比较容易让我们产生那个直觉性，没有那6秒钟。所以你的情境里面有哪些是容易产生红灯的呢？为什么这个情绪一到在火力底业生命当中都会切凶让你感觉到是都会切凶？那你为什么这些情境会让你这样想？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比如说，你的媳妇告诉你说，妈妈，我不爱吃这个。有一个老大人他很趣味的，他跟我说他最受不了一件事就是别人拒绝他，特别是他的媳妇拒绝他的时候，他的内在就会产生直觉反应，你讨厌我，我不喜欢吃这东西，跟我讨厌你其实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你摕姜仔给我吃，我不爱吃的是那个姜仔呢，是姜仔呢，不是你呢。可是有些人很有趣哦，他会直接把我和姜仔连接在一起，有没有？我和姜仔连接在一起，明明你就不是那个姜仔，你为什么要别人连接在一起？因为你怕被别人拒绝。好，这时候你就想，我为什么那么怕被别人拒绝呢？是不是小时候曾经有被拒绝的经验？比如说人跟你说不爱你，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医生，他在讨论他的很怕被别人拒绝的情况，是因为他小时候曾经被朋友就是直接用手把他推开，他拿东西给人家，然后他很喜欢那个人，然后他就被拒绝很多次，所以他那个创伤就一直在。好，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境让你特别容易亮红灯？那为什么？然后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你会认为你拿东西给别人吃，别人拒绝了，他跟你说我不喜欢吃那东西，你就会连接到他不喜欢我？这其实很有趣，它就在于你很怕
被别人拒绝，那你可能是内在有脆胸，会被别人拒绝过，然后让你很受伤。好，那你有没有先提醒过自己要走到黄灯去冷静，不要马上说人给你拒绝，你马上的发作。有些人拒绝之后就会怕被拒绝，他就更小灯生气，马上就生气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情绪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你本来是害怕被拒绝，后来就马上转化为生气，因为干嘛？你要用生气来保护自己，穿在自己身上，让自己觉得我骂过你了，所以我没有被你拒绝。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一种反应，因为你骂回去了，所以你会觉得他没有拒绝到我，他没有伤到我，所以你的生气是为了保护你自己，让自己觉得没有被拒绝。所以你的生气其实不是真的生气，而是你用来保护自己。结果呢，造成了什么？对方被你伤到了，然后你们的关系变差了，那个人就会觉得鸟喂，我连不想吃饺的自由也没有哦，好可怕，会不会？是不是常变这样？莫名其妙啊，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啊，东西啊，只是说一下我不喜欢啊。如果你自己知道说我怕被拒绝，你可能在那个生气要暴怒的时候，你可能告诉自己，我内心那个受伤的地方又在受伤了，我那个被拒绝的小孩又在哭了，我妈按那反应，他只是不喜欢吃饺而已，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说，你不爱吃饺不我连刚摕别项给你啦，你较爱吃什么菜哈？不你甚至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爱吃饺哈？是不是那饺你小时候是不是妈妈拢定用饺给你吃？像阮弟弟不爱吃蚵仔，就是因为我妈妈细汉一直用蚵仔给吃，所以你跟他就触鼻，反而可以跟他聊起来，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哈？原来这个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故事，是不是两个本来是吵架的，变成很烂的结果，却变成有一个新的话题，这个不喜欢吃饺却变成了一个正面的话题，这样有没有懂我意思？有吼，所以这个情绪红绿灯，这个帮我们去想，然后你可以去想说，我要怎么样选择适当的行动，我要怎么样做出这些选择，然后当时我们是怎么样去想的，好，那最后那个男性女性，我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了哈，因为那个男性女性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我觉得常常我们男生跟女生的情绪反应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比如说啦哈，男生的友谊是肩并肩，女生的友谊是面对面，所以男生呢谈话的主题主要是工作。老师已经超过12点了。不好意思时间到了哈，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谈。那为什么要讲男性女性？是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呢，恁翁仔某在沟通的时阵男生跟女生的关系是情绪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为什么他会说我情绪化？原来他从小被训练成不能够表达情绪，所以他在讲你情绪化，不是在嫌弃你。那男生可以想说这个女生我莫奈那公家者情绪，那女生天生就是喜欢面对情绪，所以或许它是一个帮助你，也可以打开你面对情绪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男生跟女性在处理情绪的这个部分。好，我给他先公到家，好不好？谢谢，不好意思。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好，静茹老师太棒了，谢谢。好棒，好棒。这个，他这次讲完以后，在10月20号还有一堂课哈。他今天没有讲完的，还有更精彩的哈。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要回去德国，要把他的博士论文马上拿回来。因为在疫情期间，我看他好像飞到德国去，飞了好几趟哈，那也不简单哦。所以这个是女铁人啊，感谢上帝带领他。我想大家吸收都很多了哈。张老师说有一些要补充的啦，张老师赶快补充一下。好。真的，今天真的很谢谢那个吴老师哈，就是说今天一个这么棒的分享哈，尤其他举了圣经的2个例子有那个牧师的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即使说不是基督徒，他也把里面的情形都写得很清楚，就是那3点呢，就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先要去察觉，然后再来呢，我们去接纳，然后再转化。先察觉，然后接纳，转化，还有注意6秒钟复身，这真的是太重要。就是要我们
到我们的杏仁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点时间，就是说我们是红灯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让他情绪马上出来。我们在黄灯的时候停一下，想一想，然后在绿灯了，哇，我们就是真的是得到了，我们就是正面的情绪，可能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用正面情绪去面对接触的人哦，知道我们人际关系各方面、心理的健康都变得非常好。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棒，有100个人开始有109个，现在就是非常真的是很棒，大家都很热烈回响的一次讲座。好，谢谢吴老师。对，来，请刘英牧师再来补充。来，刘英牧师。一句话，非常谢谢老师。那很多人在问有没有重播哈？那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粉专那边有影片的地方哈，我们可以再复习。我想听跟做出来是两回事。我们希望我们相约哈，10月20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回应吴老师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哦，好不好？哈，那大家肚子很饿，老师真的是物超所值，用这样讲吗？好像不是很，但是就是真的拼全命哈，真的是让我们收获满满。那我们也要注意身体哦，好不好？这个肚子饿，脾气就会不好哈。那下个礼拜，对。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这个老师应该算是医师哈请大家也准时早一点上来，我们会有情绪的 check in 我们彼此来分享哈。然后祝福老师，也祝福每一位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喽哈，随时谢谢老师，耶，拜拜，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提出来在粉专，谢谢老师，好，谢谢大家，大家要吃好睡好哦，哈，那我们拜拜，谢谢，下次还谢谢。下个星期是耳鼻喉科的医生，他的题目是就是从前风闻，就是听到那个闻，从前风闻有你，如亲耳听见你。好棒的题目就是他的耳朵方面的疾病，他很会讲，而且名字取得让我觉得佩服。对，好棒，好 ，OK， 下一次欢迎大家来收听。好 ，OK， 拜拜，拜拜，老师再见，拜拜。许明兄，拜拜哦。拜拜。要吃饱哦，好，要好好休息哦。好啦，大家拜拜。好，嘉龙姐我们的拓庆兄很早就上来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你很热心也很认真要跟你学习呀好，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好，祝福你哦，祝福你，拜拜。好，祝福大家好好的休息哦哈。雅琴老师也要好好休息。打疫苗要好好休息哈。好，那我们倒数5秒，我们就要来离开，一起离开哦哈。来，5、4、3、2、1，拜拜。拜，下礼拜见。